118方4房原木風，首先餐廳、大客廳、陽台、吧台、仲有廚房。項目咧係精裝交付嘅，廚衛3件套啊，中央空調啊，連地板嘅尾縫都做晒嘅。呢套房咧係3開間朝南嘅。首先睇下呢一間房，呢間房書房、書台，最主要入門嘅有排大衣櫃嘅。呢隻色調咧比較溫馨一啲。呢邊就兒童房，呢邊有個健身房。健身房嘅話咧，平時做下運動幾好啊！主要咧就有個令你驚嘆不已嘅主人房啊！呢邊咧有個衣帽間，套間唔對床。呢個就睡眠區啦，主人房嘅睡眠區，仲有個大飄台。而家呢個項目咧就16500起啊！目前買嘅都係港澳人士比較多，因為返嘅關口非常之近啊！有興趣嘅朋友快啲 call 我咯喎！